真好。好吵啊！哎，放轻松一点嘛，你不是在学校。来，走走走走。老师，最近好像看您是骑电车上班，怎么也来几天假了？欠号，欠号。好，干嘛？林院长。干嘛？您先。谢谢。怎么了，哥们儿？怎么打人呢？没事吧？这点小事就吓成这样啊？就当早自习了。老师告诉你啊，咱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，遇到这种流氓，咱们就要比他们更流氓，明不明白？来，上车。对，我当同学为什么丢这儿啊？廖老师，他在给我们讲题呢。今天来，我们说一说这个师说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说人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老师。廖老师，求安，你有事儿吗？这一题我不太懂。老师很考，整了好几次都没反应。不行。学校下午茶，那你每天干嘛？26岁，毕业于中海市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系。干过柜台营业员，70个修理工，最近的一个美国化妆品公司的投标人，还是一次大学毕业的菜鸟。看来这领导需要领导的勇气。要不然这个，哎，是，原来他没当过护士。要不然，咱们再对他狠点。可是我觉得他还挺享受的呢，他也太变态了。那怎么办？上次咱不是跑路太柴了吗？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看来我们必须要换一种方式了。小丹，你看看你们把他这样捅。好，接下来继续讲师说。廖老师，啊，费小丹同学，你有事儿？西楚庄王之霸业，你名声在前显亲民，你日讨军时尽其军，你或之无日殉其国人。费小丹同学，你能不能讲普通话？我刚才朗诵的是庄之洞的《劝学篇》，后称师说的姐妹篇。老师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张之洞是吧？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跟这个师说，比如说师说这个，哎呀，太不巧了，下课了，咱